南亚立委要推动修法，让各大3座核电厂有法度继续跑。不过，这核3厂外境行存短暂，另外核废料架空的空间嘛无够。全团是批评国民党修法根本就无咧插核安的专业甲民主。南部几纳个环保团体就去到国民党的高雄市东部抗议，反对修法。断层核废不处理，断层核废不处理，核三原意没道理。全团去国民党高雄市东部抗议，因为部分的南亚立委最近宣布要提案修改核资反应器实施管制法，放入核电厂营业申请期限。若修法通过，屏东核3厂嘛要继续放。全团立委透早表示，修法根本就无重视核安的专业跟民主。当初大家反对核电厂继续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核废料的问题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解决。如果继续延役的话，其实我们会制造更多的核废料，去把这些问题丢给下一代。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能源使用的行为。除了核废料的问题，全团嘛表示，核3厂外境行存活动地层，而且下骹的称赞地质已经变形，若发生地动，恐惊会超过核3厂会当安全停机的耐震强度。国民党其实应该好好把心思放在能源的转型上面，放在智慧电网上面，因为这样子才是对台湾长治久安的。全团表示，核电敢若占全国发电量的6%，就算会当继续放，现在期间尚无有5档未当运作，根本不是人员的解放。归去全力发电再生能源，监督企业用电爱giảm值。正视核安，停止恶斗，停止恶斗。甲牌仔举起来，全团批评部分的立委以台北看天下，无重视核3厂的安全问题，呼吁国民党爱重视核安。面对抗议，市党部派代表出面收定情书，不过无愿意接受采访，敢若表示会转达意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